这是三条岭车站，这名其实是要用三条角开始。西班牙人经过台湾海湾线东北角的时阵，发现一个所在，就成伊的故乡电梯仔个，所以伊也叫三条角。从遐开始，这山轮到这就尾段，所以这站叫三条岭这车头起起来无简单，甲平溪线各站拢同款，对这基隆河相平起嘛。伊一边靠山，一边靠溪嘛山边迄个特别趣味，因为迄水一直流边迄面壁，敢若蕨类就30几种啊。规年趟天拢有一个完美生态墙伫遐。这边就基隆河嘛，来有慢慢来遮看迄特殊的地形叫湖穴，迄台语念鸟坑。鸟一空一空的意思，这是水流一直冲一冲，石头内底夹一个地鼓，叫湖水啊。这条铁路其实唔是政府起的，其实是土炭公司来用这间公司起这条铁路，为着卖土炭用的。并且线伊只乌炭足济，曾经有一句话足好，叫水流东食袂空。因为这当时用沿路用8斗里个乌土炭、乌金一直到最后一站青龙溪沿路各站拢有头路通做。请伊的时间经过几十年以后炭工常常收起来，这大埔的做炭工的常常找无头路。所以这段话有一段时间叫做水流东无饲人，家庭的收入就要靠妈妈、阿嬷因遮查某人来维持。以早的时阵，平溪线的人来拢到第2个站尔，就迄边。囡仔要去台北的时阵，这是第1站。因为以早平溪线敢开到遮，踮遮就半车嘛，所以阮要去台北拢要经过遮落车。一开始，逐日上台北食趣味，阮拢中昼就走去，后壁收钱，阮就甲买帮才来。买帮来时阵，可能有厝的人缀来，像我是阮阿嬷缀我来。伊来的目标就是偷偷捡一寡钱，我去台北做使用。落车以后，第一件代志，阮爱过来第一月台食，因为遐有一个柑仔店，柑仔店头家足善良的，逐工开到10点、11点，就是为了平溪线的囡仔胖食饱、便当食饱，才沿路往台北去。所以我一直会记得迄间柑仔店，迄对翁仔某。我这间厝已经有100几年啊啦，以前这边拢无路啦，加总坐火车入来。开车开到高档啊，就爱搬车搬火车入来。我这是全部素食的草仔粿哦，用新鲜的艾草来拍汁。伊的下骹是用叶桃叶垫底，因为阮这叶桃叶是山顶足济，拢去挽。我这是蚵仔，是蚵仔皮内底是包菜包米，迄是妈妈的传承安尼。仙草地迄是关系阮饲母因是客家人呐伊拢家己种家己养。老大人伊拢家己种菜、拍菜啦，伊拢家己做的。迄长豆仔干，这是伊的客家人的特色的菜安尼。遮足安静的啦若暗时拢嘛是听火车车到11点外。透早起来就是免设闹钟啦，就5点20分火车就经过，咱就会当起床啊。这位多2条铁路汇合做伙成一个 Y 字形即摆火车也袂电气化，也是用柴油的，所以行过拢有一阵白烟伫顶悬。另外这边这叫3条岭崩坑，这为着电气化，甲宜兰线有法度相牵车，所以起了条新的铁路。旧的迄个崩坑，讲即摆叫做友善隧道，主要是为着动物的友善。3种动物，第1项蜜蜂，第2项火金菇，第3项是内底有一寡地下水。在水沟内底有足侪虾啊，这3项咱无破坏伊的迄生态环境，互伊继续留在遮安尼。3条岭确实一个足简单，互家己放轻松。这里一天爱行行佚佗的好所在，有足好的空气、好的山、好的水，足侪火车等你来翕，欢迎大家来佚佗。